哪有？你拉的时候，它一定是这样，不对啊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它一定是这样出由来。内往你看哦，外你看哦，进去这样，出来，哈，绝对它不是这样挖的，哈，往里面。好来进去哦，进去这样，挖出来，挖出来，由内往对，外，嘿对，然后你等等都给这个手就这样慢慢拉，然后你这个大拇指稍微把这个固定好，固定，打开，对，打开啦，我们也是这这样。样。哪一个是活动？这个是活动的，这个不是活动的。对，我们要拉活动的，然后你的线仍然是直的，直接这样上来，然后再把这个打开进要拉来，活动的那个。这样，这样简单呢，很简单，只是你们现在把它想得很困难。出来，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，这样，知道吗？然后这样，好，哦，还要动这个哦。当然啦。好，你不知道是母系社会吗？开朗一点。母系社会就是要管理好这个，好吧？怎么的？再扣一来，次你。给你，好呀。谢谢，你会了，谢谢看我一下，好，你的棒子拿错了，啊，好，请你棒子要记住是这样。这教我一次了，到底是从哪里进去？什么来？你那个？起降出来，现在会了吗？你们都会了吗？真的很，洗洗我们脚都很笨的，洗洗。没有，其实你们都很聪明，只是你们把你们自己的脑袋想着很简单啊，只不过是这样，不要想得很困难。可是我们的手，因为我很喜欢教那个很困难，可是用最简单的勾法去做。好，然后先看哦，想哦，一个洞一点，嘿，一个洞一次，怎么给它好？你怎么拿出来，很紧张，把它，因为它这个钩针是有智慧的人才会用。马来好，台你好，有活动的，不离扎根筋啊，再来弄过你。对，中间那然后这样对不对？你这个线头一定要固定好哈，然后含紧然后，好了上来，那bagai ni empat sumur，这样，你看这个马来不如你了，对啊，美仙很厉害了，你。